今天是2005年1月23号，藏文课是第25次。昨天一节课讲了这个数词，今天这节课呢，咱们争取讲完量词，下节课开始动词。这个接受政委的建议啊，咱们今天先讲，先不复习，讲完了之后再这个一块儿复习，怕讲不完。翻到第38页，第4章量词。第一，量词的种类，注意看啊，量词按意义可分为物量词和动量词。物量词注意看啊，掐，哎，就是一双一对儿，哎的双对儿。这个牙，一只，但是呢，它是成双物当中的一只。你看那个牙呢，它是有两半是吧？哎，成双物里的一只，你用各种联想来记忆它。懂，这个这是什么单位呢？一坨，把胳膊伸平，把胳膊左右伸平，从这个指尖到这个指尖的长度一坨。这尺子好找啊，好像是把这个伸开之后，正好是你的身高。按那个达芬奇画的那个画，不是一个圆的吗？一个人，就是你那个手伸开，正好是你的身高。这个一坨，下边一个薄，一斗，看这个薄有点像斗哈，原来这个跟着斗正在往里装东西啊，上边还有个漏斗是吧？哎，一斗薄，小1两1钱的钱，哎，这个咱们前头都学过，1000金子、7000金子，这些呢都不用怎么解释了，就是个记忆了啊，咱们大家多读一读。下边动量词是什么呢？就是几次几回，人，这个学过。下边一个腾，哎，这个没学过，都是次的意思。下边又分说物量词内部呢，又可以细分，一个叫什么呢？叫这个个体量词，哎，就是这个一个一个的。咱们看都有什么呢？缸，就是根儿啊，一根儿什么这个，它这个字呢还有这个骨髓品质的意思，骨髓品质部分股份，这是它其他的一些意思。基本的意思就是根儿，一根两根的根儿。下边一个叫多包，一粒两粒的粒儿啊，粒，一粒麦子一粒药，多包。下边一个娘，这也是一根两根的根，这个在昨天的那个课里头出现过一次，娘妈就是一根草，哎，娘妈。下边那个牙，上边有了，这是个体量词。下边有一个叫集合量词，就是2个以上的，一个是掐，哎，这是一双，还有一个叫 Q， 这个咱们学过 Q 翘，一群里的头，这个 Q 不是群吗？那个牛一群牛里的头，牛王，哎，去舔王子的眼睛，哎，就是这个 Q 翘是里头最好的，哎，一群里头最好的就是牛，就是群头首领。下边一个离，这个词也学过，就是类别，哎，类别、民族、种族都用这个离给仆，哎，就是叫族善子，哎。下边这个群包，一束两束的束，一把两把的把，哎，群包。下边是部分量词，就是什么呢？就是零碎起来，这个就是一个整东西，给它整东西里头的一部分吧，哎，整东西里头的一部分。咱们来看有什么呢？说猜吧这个块呢是指的碎块，猜吧这块指的碎块。周老师那时候讲的时候说，有时候它指半个，这个块是碎块。下边还有一个块是桶布，哎，这也是块。这个块呢
好像那个我看原来的教材上，我记得就是他说有这个人为分割出来的块的意思，哎，就是人为造成的块。这是2个块，然后还有一个滴叫 t， 就是一滴水两滴水的滴。那个有一个阴明著作叫《正理第一论》，就是这个滴。正理第一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正理啊给你集中到一滴水里头，那就是精华，这个意思，就好像心经似的那个意思。下边一个流，哎，这个咱们前边出现过，就是一篇文章里头分几大块，就叫分章节，哎，分几章几大章。这个严格的说，这个雷呢可以念成这个整报可以念成 k 固，就是因为后边是乌，所以前边可以弱化成一啊溜，哎溜，哎，下边一个啊，小害，这个小后边可以挂个的口型，害后边可以挂不的那个口型，闭一下口。小害，哎，叶2页书的叶。下边gam啊，这个是容器量，就是装东西的。gam 是箱子柜子。再一个是给袋子。下边一个是吊勺子。这里头反正是有一些是常用的，有一些是不常用的，都这个熟悉一下。下边一个时间量词罗打哇霞，哎，霞是这个晚上，一个晚上。第6个是度量量词。度量量词第一个是多少里路的里，怎么读啊？你们试试。嘿，功夫不浅呐、啊。这个经常人们会忘，爬后爬，这个读成蛙，经常人们会忘。哎，对，垒弯，哎，很好。这就是那个里，几里地的里。哎，下边一个出，哎，肘，这个肘经常有这个杵的动作哈，可以跟这个杵联系起来。哎，下边一个搏，下边一个柴，生你也去联想生，你怎么联想呢？自己这个下边有手，上边一个手，2个手捧着一个生，还是怎么的？反正用各种办法你来把它跟生联系起来。这个第一印象也很重要，初期学的时候那个联想也很重要，有这经验吧？啊，下边一个啊是1斤2斤的斤啊，gamma，两是桑，钱是学，好，这就介绍完了。下边咱们趁热乎呢，把这个读一遍啊。从头掐牙咚搏学人腾刚多波牙牙掐 Q 日群波菜巴同步 T 流小黑gam 给吊罗打哇霞雷哇出波车gamma 桑小。下边开始学句子啊，量词的用法。第一个最后一行啊，说物量词和数词做定语谓于名词之后。这个咱们来看啊，就是说它这个量词跟数词啊，都一般是在名词的后边，在后边跟着。这是它，咱们汉语跟它是不一样的。汉语经常说几页书啊，名词放在后边的，它是书几页，哎，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咱们来看那个啊，俺能教巴拉，三小康秦呗，嘎松，三小康秦呗，嘎松。这个句子前半大部分咱们都学过，俺是我，是句格主语，我呢
最后那个扛秦，那个秦吧，秦吧是谓语，给了，我给了这个什么呢？前边是塞学扛金子一两金子，我给了1两金子，这是直接宾语。然后有一个间接宾语，就是给了谁呢？南脚巴了，给了这个南脚巴了。这个我给了南脚巴了，这个瑜伽行者一钱金子。整个这句话带了一个撒，就是整个这句话呢又作为一个句格。这个句格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表示原因。由于这个情况，由于他嘎松，嘎是高兴，松是这个它本意是走的过去时，但是它有很多意思。一个是走，它还有什么意思呢？还有这个成为变为，就是变化成，有这个意思。转为变化成，有这个意思。它还有这个众义合拍，就是合意，有这个意思。还有什么容纳呀，什么还有其他一些意思。这个地方取什么意思呢？取这个成为变为，转化为，就是成了这个样子，成了高兴。就是说，由于我给了瑜伽行者1000金子，谁高兴？瑜伽行者。或者是为什么不能说是我高兴？这是事实是这样。哦。它不是从逻辑，因为从逻辑说话上啊，它这个很不严格，就是你看不出来。他丢了个主语。哎，对，他因为人们在口语当中，他经常省略主语、省略谓语，但是你只要从他那个故事情节上能判断出来，他就是说我给了那个瑜伽行者1000金子呀，他很高兴，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大概那个瑜伽行者就是帮了他一些忙，或者把他带到上师那儿了，还是什么，反正帮了一点忙，他就给他1000金子，所以那个瑜伽行者感觉到很高兴。具体帮什么忙我忘了啊。这就是说他成为高兴，他变为高兴，他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用法。那个什么尾巴变短了，什么那个毛也变短了，都是松，哎，就是变成那样了。下边一句，巧毛了，塞小短皮，做毛了。啊？是巧毛了吗？巧毛了吧？啊，对。巧毛了，塞小短皮。巧毛了，塞小短皮。巧毛是女主人，王后，反正就是这个女头，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是谁呢？是指师母。巧毛了，这也是一个间接宾语，对着巧毛了，给了巧毛了，塞小云金子钱7000金子，批献给他，献给师母7000金子。下边拉妈了，塞桑松批，拉妈了，塞桑松批，塞桑松批，给上师塞金子，桑是2，松是3两，献给上师3两金子。咱们上这个句子前来学过，前2个都学过，没提上师，这个地方提到上师了。他这个地方就是说什么呢？名词在前头，塞都在前头，然后呢量词，然后数词，它是这么跟汉语正好相反。咱们要说是3两金子，它是金两3，就是习惯不一样一点。哎，习惯它这个就完了，知道它这个习惯就行。后边这个呢，我读一下它这个意思，实际上很简单。在意义上，物量词和数词结合修饰前面的名词；在结构上，注意，往往量词和名词结合得更紧，特别是在语音上，当作中心语的名词为单音节时，名词量词连读。就是说，从意义上说呢，量词跟数词应该是比较接近，名词远一点。但是在结构上呢，经常把这个名词跟量词呢就连读起来，就是这么个意思。下边咱们看啊，说达拉缺当，你给，你看它什么意思呢？说达是马，拉是往马上啊，这个就是往马上了，它不能往马里头了啊，往马上。缺是染料，这个当呢是一个量词，就是包，1包2包，包，当是包。你是数，2包染料。这个该是什么意思呢？
该是这个驱使上驼子，就是给牲口上驼子，给牲口这个装东西，驱使上驼子，还有一些叫什么悬挂指望，都是一些这个后边引申的意思。说主要意思一个是驱使，一个是就是上驼子。给马上驼子，上了一个什么样的驼子呢？上了一个2包染料的驼子，也就是说把2包染料驮在马上。达拉缺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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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看刚才他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说什么呢？本来这个当跟你呀是意义上是离得比较近哈，但是在读的时候呢，经常这名词跟量词呢读成一个双音节词，就是在发音上呢，好像他俩更这个发在一块方便一些，数词反而单独独立出来了，就这个意思。下边一个，闽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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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酒索瓦西，苏州说阿西，松酒索瓦西，苏州说阿西。米是人，闽达是人口人数，闽达就是人口人数。松酒是30，缩记还有5，30有5就是35，35人数35，就是说有35个人啊，也叫人口啊，也叫35口人。系死了35口什么人呢？就是米拉日巴一年咒，他在这个学习的那地方一年咒，家乡这儿就一个牲口撂了一个蹶子，把一个柱子踢倒了，把他叔父的房子就给拉塌了，结果里头开宴会的死了35个人，就他叔父跟他那个婶儿啊死了。闽达松酒索瓦西，闽达松酒说阿西，闽达松酒索瓦西，闽达松酒说阿西。下边一个说时间量词和数词做状语，位于动词之前。咱们看例句啊，说军星落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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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巴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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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是动词的话，也可以读成重音，就给巴样，给巴样。军星落边儿，给巴样，军星落边儿，给巴样。军是数，军是数，星还是数，数跟数合起来还是数，就是数目，跟那个思想似的，思是想，想是思，合起来还是个想。军星还是就是数目的一个词儿。罗加罗是年，加是这个100年，拉是拉丁，就是在100年里，在100年中。别吧，这个别呢就是生长啊，发展啊，生长主要就是生长。说树木生长在100年里生长，也就是生长100年。羊也，这叫该转折了。羊就是该这个，虽然它能生长100年，但是也怎么着呢？后边是南西采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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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娃儿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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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西采纳，给娃儿狗，南西采纳，给娃儿狗。南是何时，西是不定指代词，就是某一个何时，那就是说某一个时候，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呢某一个时候。采纳，采是时间，是时间时期，拿是在什么时间呢？在某一个时候，那个时间。给就是倒，就是这个倒下，给就是倒。给弯儿这是一个动词，倒。比如又是一个直接就是变化转化，这个是非常常用的词，变化转化，变成转化成，也会成为，也可以直接译成会成为一个拉顿，会成为什么情况呢？会成为给瓦，会成为倒的状况。拿在某一个时候，也就是说树它长100年呢，
他在某一个时候他也得倒下，他也得那个，这就是无常吧。实际上那个几百年、几千年的树也有啊，这个像那个银杏树好像就是几千年了啊，但是它也得倒下，就是讲这么一个道理。咱们来读一下啊，群星落边，群星落边，盖巴呀，盖巴呀，南西采纳，南西采纳，盖瓦狗，盖瓦狗，群星落边，盖巴呀，群星落边，群星落边，盖巴呀，群星落边，盖瓦呀，南西采纳，盖瓦狗，南西采纳，盖瓦狗，南西采纳，盖瓦狗。南西采纳盖瓦狗。下边一句是盖包，这个后边他的名字是母乃赞包。盖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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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王了，母乃赞包是他的名字。这个后边这个赞包啊，咱们讲过，这个赞是妖怪，再一个是严厉，两个意思哈。这个赞包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一带这个包，它就成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就是指国王。赞包本身就是国王的意思。说是这翻的叫赞普了，就是说一说赞普，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国王。松赞干布不是。他那个分开了，他那个就是只取了一个广一个赞，那就是或者是妖精，或者是这个严厉。严厉它还有这个赞包呢，也是它也有这个险峻坚固、严厉严实，都有这些这个意思。但是它这儿专门就是一加包有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国王。如果赞猫呢，就是那个女性的赞猫呢，就是公主、后妃，反正就是这个跟国王有关系的这个女性的这些。所以这个人的名字里头就用了国王的这个单词，母乃赞包，盖包母乃赞包，盖包母乃赞包，盖包是他的这个职称了啊。下边是罗季堂，罗季堂，罗是年，季是一，堂是和，说一年和后边和什么呢？打瓦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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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瓦是月，古是九。在1年零9个月里头，在1年9个月里头，干什么呢？给戏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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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给是什么呢？这个本意是胜利，咱们讲过给包嘛，本意是胜利。给呢，给包成国王了，单独一个给呢，它代表什么？就代表国家。给就是经常这个国家的事就给，因为这是国王的事嘛啊，给。然后系昨天讲了是政治，系是政治，那给系就是什么呢？就是国家政治了，国家政治，国家政权，在这个地方，国家政权，政治跟政权呢，这个政权是政治的核心了，这就叫国家政权。怂是什么呢？是那个抓，就是那个紧的过去时，抓取的抓，抓住的抓。乃是这个之后，说，国王，叫牟尼赞普，抓着国家政权，在1年9个月里头，抓着这个国家政权，在这个抓了1年零9个月之后，实际上就是执政是吧？就是执政，抓了1年零9个月之后怎么着了呢？看啊，是拱落。你修扎古，拱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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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年龄，罗是年嘛，你修是20，这个29岁，拉就是时间预格，在29岁的时候，与颇章永不，颇章永不，颇章永不。颇章永不，颇章永不日重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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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颇章就是宫殿，这个我们汉语翻译里头经常那个直接就翻译成颇章，颇章是宫殿。
永不是这个宫殿的名字，宫殿的名字。永是什么呀？永是这个靖宇的母亲，是吧？哎，仆是这个儿子，哎，母子宫。这是这个坡章的这个宫殿的名字叫永不。在是在这个坡章宫不是这个坡章永不这个地方呢，虫是死的敬语，这个词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一个逝世了，死的敬语。整个意思就是说，国王牟尼赞普在执政1年09个月之后，在29岁的时候，在雍部宫去世了，就是这么意思。咱们来读一下啊。给报母内赞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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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济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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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瓦古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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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西松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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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罗尼修扎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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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罗尼修扎古拉，公罗尼修扎古拉，坡章永不，坡章永不，坡章永不日重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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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时间还多了，最后还剩一个句子，说一下啊。动量词和数词做状语位于动词之前，动量词就是那一次两次的次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帮给多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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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是老百姓，前面也出现过一次。为了使臣民都遵守这个十善律，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帮是老百姓，老百姓的后边这个啊，堕是恶，堕是恶，就是饥饿的饥饿。处咱们学过是富裕，富人，富裕的富。这个他用这个恶就代表了穷，老百姓的穷富就是有穷的有富的穷富情况。人松尿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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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次数，次，松是三次，尿是什么呢？平均、平等、均衡，这个均匀、中庸，反正给弄的这个不高不低，不多不少，给这个柔和，就是这意思。哎，这个地方就是给均衡一下，给这个平均一下，说3次平均老百姓的穷富，那就是均贫富了，给这个搞改革了，就是降就是转折。虽然3次平均这个老百姓的贫富，下边闽降八日，二行九，闽降八日，二行九，迷是否定，就是或者是不或者是无。这个降是延长，降八日。这个闽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长不久，就是这个时间不长，时间不久。八日就是一个算时间状语吧。阿行，阿是早，阿是早先原先。这个行是如，按照像原先那样。阿行像原先那样，比如是变成，又变成跟原先那样，就是3次平均老百姓的贫富。虽然3次平均老百姓的贫富，但是呢，过了不久，它就又变成了原先那样，就是又有穷的又有富的。这个实际上是实际上这是必然的，是吧？你要咱学佛之后，现在就知道了。咱们来读一下啊，放给多处。人松尿讲，是
민경발 민경발 알신귤 알신귤 민경발 알신귤 민경발 알신귤 알신귤 민경발 민경발 알신귤 알신귤 这个不太熟悉，咱们再读它一下。棒给多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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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松娘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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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江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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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九儿，二新九儿，二新九儿，二新九儿。咱们来，这时间多了，咱们来这个把昨天的一块儿读一下啊。翻回来，翻到33页吧。开始了啊！记你松喜楚云给古就糖包泥巴松巴记统秋泥巴就西喜就出就热住启动骨架骨就可惜骨就可惜泥巴松巴就记吧下边所以下边一行啊鸡包你家翻过来这个第3行读一下啊扎因为这个词太重要了，它是在2位数中间加一个中缀，基本意思是根基础本源，就是前边做基础，后边再加个东西。下边来啊你修杂技松就杂松古就杂古哎，后边2个连读杂古就后边平了就松就说记松就说你喜就写记喜就写你鸭就牙记出就热记出就热你炖就囤记炖就囤你给就夹记给就夹你古就可记古就可逆后边这个你呢也可以逆啊下边就记就逆就松就喜就鸭就住就炖就盖就咕下边位数就夹东七嘣切吧三呀是多少100万哎就记着来切吧我是问这个切吧是多少千万饭里头哎这个词儿非常常用，所以记住这个用哎切吧就是那个句指翻就直接翻成句指统秋下边是读那个组成的词啊你修松就喜就鸭就出就炖就给就古就你家鸭古家七崩你吃松东西家冬季吃你嘣松切瓦西沙呀鸭统秋除它这个规矩呢前边大部分都跟汉语一样，先说数再说位，就是在1000以上的整数的时候是先说位后说数，这个不太用记啊，咱们一般一看就明白。下边啊
这是变体，就是在这个简单的1、2、3里头呢，有一些变体，注意啊。记汽车你修你车松就数就短就改就叫啊叫改你修杂技也记下边是句子。大瓦鼓哈莫阿比嘎给波沙呀气崩你吹气动阿比嘎就是穷再来一遍啊。给波沙呀气崩你修气动阿比嘎就是穷实际上如果你要先这么练习吧，如果你觉得中间加那个博呀费事儿，你也可以就直接不加，直接读，自己掌握。下边一句响铃拿清宝堂白将白给来桑你穷的给包也用松卡尔虚节冷松塞下边一句留给吧打瓦鼓吧这是序数词。下边 Q 尼波提这个就是在这个数词后边要加指代词的时候呢，它要加一个名词法，要加个包。为什么不能加八呢？因为这个八被序数词占了。Q 提尼哎，如果数词前边有指代词呢，跟它没关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指代词一般是指上边的东西，所以那个数词不用变了。这边哈莫松波提哈莫铁松下边是3个这个量词哈。扎亚麻记秋蓬巴扛我妈破巴陀下边是一个长句子腿翘疲于拍切儿了可得宇宙人日样切细穷细忙餐用餐塞巴 U 巴下三咱三下三些带你所切的绝最后一句上节课最后一句啊叫不然带你他打人热心上送就砸你学了今天的恰牙短薄小冷腾刚短波错了短波牙恰 Q 里群包
群包，群包，彩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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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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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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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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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留，也可以留，读成一，读成那个弱化了也可以。小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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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咁，嘅，嘅，腳，腳，羅，羅，大蛙，大蛙，霞，霞，来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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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也常用。说一游巡是多少里？玄奘法师一的书里说是这个16里，这个有的说30里，也有说40里，好像这个在这个范围内。有的说是国王军队行军1日行的路程，就这个里。出，伯，车，亚妈，桑，小。好，下边句子。俺南脚巴了，俺南脚巴了，塞小康秦北，塞小康秦北，嘎松，巧毛啦塞小短皮，巧毛啦塞小短皮，拉玛啦塞上松皮，拉玛拉塞上松皮，下边是达拉缺当，你给，达拉缺当你给，下边闽达松就说俺西，下边军星落边儿，给巴样，南西采纳，给娃儿狗，咱们来连一下试试啊。军星落边儿给巴样，南西采纳给巴儿狗，给包木乃珍宝，罗记堂大瓦古了，给西送来，公罗泥修扎古，了，破张有布儿，重说，最后一句是放给多求，人送娘家，民间班儿，二心狗儿，也可以这样连读，也可以分开读，二心狗儿，也来连起来试一下啊。放给多求人送娘家，民间班儿二心狗儿，好，时间也正好。